襄阳张生计划，已经择日修之地，自己与曹氏玉英小姐临前，呜呼玉英，妾是赞美在君，破及百年，隔来笑迎，皇室也身见素面，死别千载，耿耿痴心，郁郁忘羡，方闻不明。今夜终日闻梦，眼带与子啊，来生再见心愿。言语穷而心不苦衷，呜呼哀哉，我为上下。小子，我那玉英小姐来迎娶你呀，恰不了我扎马带小将啊，你的呀，我只盼夫唱妇在情深恰不了月半香消张荒郊，你那里山草谷中无门草，随风飘，我这里面对另外张通团，我手捧几句泪。
这
得呀！张先生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世人见过也是想不起来了啊！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还记得官拜叮当，可怜少水的？哎呀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少小姐身边的丫鬟湘君呀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何苦来许下小生哦？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糊涂！哼，我清楚的很，还清楚了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丫鬟，那我来问你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来问你，这支梅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梅花？这是梅花吗？是你拿着在院子里摘的呀？哈，这就不得了，怎么又不得了？哎，要是真是赵小姐的丫鬟，她就知道了。红梅处在敖城开，此时若人请乍来，长短花生面正是少小姐的访问来了，估算是小姐的访问来了啊！
心，谁知是逢场作戏将神狂，这真是人心多变群头，第一女你听眼花。小姐，我心里望天知生病时黑骨杀烂手哟到远小心去报别心隐藏先生，曹老先生，哦，不瞒月老齐红寺牛女早已图恰将，老夫早知此事嘛，何必再把下女招哦？曹老先生，妻哈张先生妻妻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曹老先生，请说，请说，请说。老先生尚未歇息，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呀。曹老先生有事请讲。哦，弟子先生可曾婚配呀？尚未婚配。哦，老夫替你做过媒事哦。蒙老先生所爱，这是小生别有天下，这才是法。这婚姻之事嘛，需请勿操心。哎呀，这也怪他不得，他正是我弟弟，正是方才的那个，得我慢慢地命于他。啊，张先生，这门亲事可是不错哦，我看你万事答应了吧？曹老先生，万生另有心事，这婚姻之事嘛，就不讲勉强。哦，先生的心事，老夫也俩有所分。先生，老夫30岁年老，恰并不愚者，这人情世态嘛，也越来得多了。对于这些事，哦，老夫不大理会，不大理会。哦，属下。曹老先生宽仁大度，不加指责，万生实在惭愧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十来花茶。哦，大人，小生安顾正院，得女你家小姐。小姐怎样？哦，得女你家小姐，她将这梅花相赠于我啊！哎呀！我料想嘛，也不是今夜之日，看来他们彼此往来有百年之久了。啊，张先生，你这老夫弟的亲事是哪家的小姐呀？这就不想问了啊！先生不用推举，老夫弟弟正是方才的那个。哪个啊？哎，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哦，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。是啊。哎呀，曹老先生，这方才走出去的那个，你可看得清楚？看得清楚。称得明白。称得明白。他是神。他不是神，难道他是？他是一个鬼呀！他是鬼呀！哎，是鬼呀！呀！张先生啊，哎，你不要再故作元虚，愚弄老夫了。哎呀，赵老先生，万生句句是实话呀！这，哎，小
这儿女私情之事，我这个做长辈的不便明言，只能问的。哎呀，张先生啊，老夫彻夜想告，这里确实是有鬼呀！西园是提出黄崖穷山乡，国母黄桥别离张，美梦那根生成的月明夜，更与那桂林长长，内为忙。放在我亲眼我都有一双，一双啊！哎，只有一双啊！哎呀，张先生啊，实在奇怪呀！这西园之鬼不怕鸡的，多怕猫叫。哦，西园之鬼不怕鸡啼，不怕猫叫。哎，对。哎，张先生，你倒说说看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什么缘故啊？好了，名人不用牺牲，万事言归正传。张先生，有道是恭敬不是荣民，你做好准备，明日与我女儿摆档成亲。不，老夫告辞，老夫告辞，曹老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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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曹。哎，这位曹老先生，莫非是为他死去的女儿尽我的殷勤？阳情不正，阴情也好。唉，小姐呀，小姐，这一下令我虽不能生动罗章，却可以视同文了哦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你怎么又来了啊你？我明明出去过呀。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你为什么老是传了我啊你？张先生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是神，方才那位小姐她也是神。哼，是神是鬼，小生清楚得很。你这有文野鬼，还不撕碎我阴去？她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张先生，你再仔细地看看。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日小姐的访问谢礼的时候，旁边有位小娘子见她祖格格、哆嗦嗦，不就是这个女鬼吗？怪不得，她是曾是小姐的丫鬟，一定是殷氏的丫鬟了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丫鬟，有话说传来。张先生，方才我家老爷爹的亲事，你还是答应才是。这门亲事我早就答应，明上我随捧名位，与你家小姐摆档成亲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她是神不是鬼呀，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，邵玉英小姐的妹妹。你说什么？明日你与我家小姐的妹妹摆档成亲。不，小生今生今世誓不再娶啊！你还是答应的好。不答应。你真的不答应？就不答应。先生啥不答应？那我去。不追了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还是走的好，你还是走的好啊！不追嘛就是不追。你真的不追啊？不追。那我你要怎样？那我就要
不破啊！天哪！天也罢，地也罢，这门亲事么就此设定，我话意说话，奴家去意。为我而死，我岂能与他的妹妹拜堂成亲？事不宜迟，我还是走了吧，我还是走了吧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还是才小生，到襄阳成亲去吧。